提到台南特色古迹美食，可以说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随着近年来台南文创产业蓬勃发展，也慢慢发展出许多热门的台南文创景点，尤其是结合古迹所发展出的文创据点，更是受到欢迎。像是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就是一处注入新生命的历史建筑，原址为爱国妇人会馆，于1940年昭和时期成立。这栋建筑完成于1940年，是属于日治时代的比较后期的建筑。那台湾的爱国妇人会是在1904年成立的。那最早日本成立这个会是在1901年，有一个叫做奥村五百子的一个女士，她成立的爱国妇人会日本总会。那最主要是有一点类似我们以前妇联会的那种工作，做劳军啊、慰问啊、社会公益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最主要是由权贵、上流社会、地方士绅的太太们、妇女们所联合组成。他曾经有过记录，在日本会员有46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那也做募款这样的工作、医疗的工作这样子。奥村五百子在日本人的那个眼中，他是一个很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曾经响应过后藤新平的征韩论，日本去出征韩国。他响应过打过中国义和团的战争。然后日俄战争的时候，他也到中国的东北满洲去，是一个很狂热的爱国分子。后来在1901年成立这个会的时候，也受到日本皇室的广大的响应跟支持，所以很快的就像狂风一样卷起来这样。那在台湾是在1904年分别成立的台北、台中、台南3个支会，1904年的时候成立的。那最初它这栋建筑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建筑。那在1940年的时候他们募款去改成这样的一栋建筑。那这栋建筑看起来它不是像台南州厅，就是像台湾文学馆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家机构的那种，不是，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日本本土洋风的住宅建筑。如果各位到日本去旅行的话，到日本的乡间，你常常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有钱人家的豪宅这样子的，它完全是采取小品的建筑方式。二战后，此处则由红十字会管理，也曾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后来成为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1998年定为市定古迹，整栋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和洋式建筑。1楼它的基座一样有抬高将近1公尺的高度这个因为没有办法，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排水设备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淹水。而且这栋建筑的后面就是台南市区里面2条主要的河流，南边的福安坑溪，它就在后面。那福安坑溪的水往往大雨的时候会溢满出来，所以它不得不做抬高的这个动作。1楼的部分它在外表贴着2丁挂的这种瓷砖。这种瓷砖它表面有那种麻布的那种纹路。这个第一个加强美观，第二个它可以有增强它的强化的作用。因为在那个时候烧制瓷砖的那个温度没有办法像这么高，所以瓷砖是比较脆的比较脆弱的那种，所以它必须要做一些纹路上的那个加强。那2楼的外观它是用雨淋板的方式。所谓雨淋板就是上面那一层压着下面那一层，那这样的方式防雨的作用很好。那日本本身就是一个产木材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
木构造建筑，好，那他们在外墙都是从这种雨淋板的用雨淋板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防水那个。整个建筑上你可以很欣赏到很多的窗户，日本人的那个建筑哈，窗户很重要，而且很多哦，窗户非常多的那种有最主要是长方形、正方形或是八角形的这里面有好几个是八角形的窗户。停车的这个屋檐哈，它只有采取单柱去支撑，这样子做一个不对称的美感啊，不对称的美感。那这个柱子的表面现在都是洗石子，的。那原先它是用贴那个马赛克的那种小瓷砖啊，那种小瓷砖。一楼外墙铺有面砖，2楼外墙则是水平木板，再搭配传统文化瓦。入口处旁墙上的八角窗造型也非常的特殊，也让整体的建筑外观更具可看性。后侧的回廊则是有木林的窗和陈列的列柱，也为建筑添加了些许的古典气息。一踏进爱国妇人会馆，目光立即会被立体方块图样的地板所吸引，这也是爱国妇人会馆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好，我们刚刚从大门口走进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大门口的设计就是一个不对称的美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设计的。那进来以后，这个一个门厅，他们所谓日本人玄关的地方，那左边这边就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接待室，那这边有一个管理员室。门进去，现在准备在做展览的地方是一个资料室，好，属于图书资料室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哈，如果在日本的这个洋派的住宅建筑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客厅。在日治时期，原本作为接待室的室内空间，如今作为展览使用。在欣赏展览的同时，不妨抬头看看，也会有新奇的发现。这一栋建筑来到这一间应该是属于起居室的那个房间里面。那我想要带大家欣赏它的天花板，那天花板完全都是木构造的，木构造的建筑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当然是整修过的，我们没有办法采取到当初的材料，但是我们尽量的用相似的材料来做那个替换这样子。那看到这个天花板我不得不很高兴的要帮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上面那个白色的陶瓷绑着电线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爱子。那有人会把它加上2个字瓷珠，瓷器的瓷瓷珠爱，爱是妨碍的爱。那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现在的明管配线。以前我们前一阵子还会把电线放在墙壁里面，这样比较美观。可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它一故障了，很不好找到维修，很不好维修。那日治时代的明管配置，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你看到这个电线如果要从这里拉到那边的话，太长了，久而久之它就会垂下来，所以它中间就放了好多爱子，把电线绑在那个爱子上面。绑在爱子上面，让它不会保持它的紧绷，不会下垂的那个现象。那这个爱子为了要防止电线走火，它实际上就还用陶瓷，它有绝缘的作用，又可以防止走火的也可以防止它电线下垂的这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在修复的时候，还把这个原构件把这个构件重新再仿制然后再把它放上去这样。接下来我要带各位上楼梯，在上楼梯之前，我们要踏对楼梯。我们这里上楼请脱鞋。其实你看到这个楼梯，你就不禁要佩服说，这个楼梯做得非常的精致，尤其是小细节的部分。它是原来的杉木的结构那是原构件。那为了保护它，因为我们的鞋有时候会比较锐利一点，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求大家要上楼的时候要请脱鞋这样子。那我们慢慢的走上去，欣赏这一项古色古香、非常有古典味道的
楼梯的构造。爱国妇人会馆的2楼共分为2室，过去作为办公室使用，目前皆作为展览用。其中一间还有让游客休息拍照的坐扶空间。这里要带各位来参观我们的墙壁的实际构造啊。刚刚在外面看到那个雨淋板是在我们真实墙壁的外面做防水的，它的那个设计。那真实的墙壁，沉重的墙壁，它的内构造是这样子。啊，我们先从里面说起。里面它其实是用竹子横直边竖的，每一个竹子交错的地方，它都还有做那个藤编把它绑紧，然后这个竹编的这个墙的里面还塞了粘土先和那个茅草、稻草塞在里面，然后再涂以粘土在外面。这个刚刚说的是里层，然后中层再涂以那个黄土跟粘土，然后最外层再做洋灰啊，白色洋灰的修饰，这是完整的那个啊。这样的结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还相当有弹性，所以在防震的效果上相当好。所谓的闽南人常有的那个乡下的房子叫做土角厝、定米亚厝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构造，这是采取现地的材料去做的，那有达到相当好的防震效果。那但是这样子的建筑确实也有一个缺点，它如果太薄的话，雨下太久，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渗进来，就像我们说的墙壁流汗这样子。所以它在外面才装饰的雨淋板，加强它的防水防雨的效果。这个很细致的呈现，我们留了这一块墙面，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而在这个木质构造的空间里，还可以欣赏到传统日式起居室的结构，尤其是浓浓日本味的长廊镜头，搭配着别致的八角窗，让人犹如置身在日本的错觉。当阳光透过复古的木窗洒落在榻榻米上，整个空间充满着怀旧的气氛。静静欣赏着窗外的街景，享受片刻的静谧。其实爱国妇人会馆共分为前栋本馆以及后栋的宿舍，虽然目前仅开放本馆参观，想要一窥会馆整体建筑，也能透过2楼建筑模型来了解。小巧精致的爱国妇人会馆内部空间虽然不大，但是每一次的造访可能都会有新的体验跟收获。因为作为台南创意中心，定期都会举办各式的主题展览活动。职创生活节其实是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所主要办理的一个南方创客基地的一个成果展。那为什么会选在爱国妇人馆？其实我们都知道，爱国妇人馆是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那职创生活节这一次的活动的整个概念跟策展是以台南制造创意生活为概念。所谓的创意生活其实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创意的展现。那刚好跟我们的文创 Plus 的创意设计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这一次的也非常就是我们这一次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爱国妇人馆去做这样子的展览。那其实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其实我们有规划了4大主题，以一个南方游乐园的一个游乐园的策展概念来做。这4大主题当中，分别会是1楼的创客的作品区，跟户外的装置艺术的互动区，然后还有2楼的南方开箱家饰的一个区，然后还有一个在合适的部分的所谓的布料再生的一个重逢特展这样子。那这整个主题都扣合在所谓的创意设计台南生活之处4大主题上面。对。
如果说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跟外面的互动装饰艺术去做拍照，然后另外进到创客的体验区当中，你们可以去跟很多的作品去做一些创意的一些互动或互动的体验，包括说我们有一些雷雕机或雷雕机啊，或者说雷雕的3D 列印的相关的作品这样子。那如果说刚好播出的时间它已经结束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南方创客基地位属于在新营这样子的一个大同路上，那这个基地会一直存在着。我们基地里面有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雷雕机、3D 列印机等等，都会在基地里面去做一些布置或展陈。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些需求跟课程的需要，都欢迎大家到基地来做上课。那基地上面有非常多的设备都可以供民众去做使用，而且有相关的免费性的课程可以供大家去做学习。老建筑注入新生命，爱国夫人会馆在2012年完成整修，在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进驻后，作为推动台南文创产业的单位，除了文创商品的销售，也提供文创资源整合与艺文展览活动。那文创 Plus 我们主要有几个服务的项目哦，那特别比如说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媒合，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能够媒合我们有志要从事文创产业的业者。那其实我们台南刚提到有非常多的资源，可是要做文创产业，可能不见得知道说，那我这个资源要到哪边去找哦？那当然或许可以问文化局，可是文化局作为一个政府单位，它可能不见得那么完全了解民间的需求，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中介单位来做这样的媒合，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创 Plus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展览啊。那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边是一个古迹，而且我们所在地是很热门的地方，我们旁边就是孔庙。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点，能够举办一些展览，让大家能够透过展览去了解我们所谓的这些文创产业，或者是说我们常在讲的 old is new， 旧就是新。那怎么新法啊？旧要怎么变成新的，或者说它新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展览可以做这样的呈现。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另外就是服务，就是我们这些文创业者的一些相关的咨询啊。那比如说有一些法规上面的问题，那尤其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面临到很多产业它需要政府来做纾困，那这些的相关政策上的一些资讯，那其实也是我们文创 Plus 这边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好，那第四个就是交流。那其实透过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功能，其实我们主要是说，把这一个文创 Plus 视为一个平台，那它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那透过这些事情，其实可以聚集这些人一起来到这个地方，那其实会有一些交流的效果啊。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当初成立文创 Plus 一个很重要的几个目标。我们也有办理超过300场的一些从我们的讲座、工作坊、说明会等等的这些活动。那我想，因为如果这作为一个文创的平台啊，它其实必须有很高密度的一些活动，才能够吸引不只是一般的民众，其实主要是业者，他才能够理解说，那接下来要怎么推动。那所以这也包含除了这些工作坊之外，那其实还有超过130场的展览。那展览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除了说原来这个空间它的古迹，它有一些很特殊的空间的特性可以去运用之外，那其实很多设计业者也对于这样的空间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展场，那刚刚提到我们办了那么多场的活动，那活动除了做一些交流之外，也可以让来参加的这些业者可以吸收到一些新的资讯。那我们的活动的各种内涵就非常的多元，所以它除了设计之外，它其实也包含我们这些台南的文史文化历史，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比较有一些是偶尔是有一些商业性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空间让大家看到多元的台南。那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创 Plus 希望的，就是说展现这个多元的价值。除了整合资源、举办展览外，
透过像是台南设计奖、台南10大创意商品选拔等等的竞赛活动，发掘出更多台南优质的文创商品，也深化了在地文创的力量。在政策上其实也需要一些不同的作为，所以我们就办理了许多的那个相关的竞赛啊，所以其实我们也选了我们10大的文创商品啊，或者其实从10大然后到100大，那透过这些商品的甄选，其实当然是推动我们台南跟台南直接相关的这些在地的这些文创发展啊，很密切相关。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创意考工季，就是说我们其实除了做这些文创品的推广之外，其实还会从不同的主题。那创意考工季其实就是希望从公益跟公益相关。那我们知道台南是一个众神之都，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庙宇，其实有非常多的公益都在民间里面。那这肯定不是只有在信仰里面呈现出来的，其实正好可以作为我们文创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库、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就是特别强调说公益跟我们的创意发展跟设计的结合啊。那最后在这2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一个活动，那叫台南设计奖啊。那台南设计奖其实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的100大文创商品，然后到创意考工季，然后到台南设计奖，就希望它的范围更扩大，关心的面向更广。那台南设计奖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以我们台南这个城市，我们在推广所谓的城市设计，甚至于是社会设计。那我们透过这个奖项，希望邀集更多的对于文创产业有兴趣的这些，不管是业者也好啦，这些同学们其实都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而且我们的首奖其实奖金还不错，有30万。对，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除了我们看得到可以带得走的这些所谓的商品产品之外，那其实可以更扩大到，比如说老屋，我们推动了好多年的老屋新力啊，然后从老屋这一个点，然后接下来到我们现在讲的向心力，巷子的巷啊，向心力就是整个巷道、老街巷弄的这些老巷新弄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再到希望扩大到街区，那可以甚至于到我们整个城市，所以这就是我们台南设计奖接下来希望能够从更多的层面、更大的幅度去推动我们的这个台南城市的设计力。像是1楼的文创商品，或者是馆内的文创展出，都可以感受到台南丰富深厚的文化。所以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日式建筑古迹，体会日治时代的氛围外，还可以看展览、逛文创。相信追求文创风及爱拍照的朋友们，应该都可以满载而归。其实我们的文创 Plus 其实不只是针对我们的文创业者，那我们也开放给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欢迎他们大家来我们的爱国妇人会馆这边可以来参观。那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这边不但有很不一样的不同类型多元的这些展览啊，特别是跟设计相关的，或者是台南的历史啊等等发展这些相关的这些展览之外，那其实我们也例行性会办很多的讲座活动。那当然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会稍微数量比较少一点。不过现在因为台湾防疫的成绩还蛮不错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陆续会推出一些更多不一样的这些活动讲座，让民众来参加。那尤其来这边看展览、参加活动之外，我们现场这边还有贩售我们古迹区，我们这边其实这几年来推动的一些文创的设计产品，那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爱国妇人会馆这边可以买得到，可以带走。那我们都知道，台南最近这几年流行的这些神级代言人啊，这边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爱国妇人会馆这边可以买得到，所以非常欢迎民众其实来到爱国妇人会馆，就可以看到大家心中想象的这些所谓的文创啊，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那其实也透过这些展览，让大家去想说，
那我们自己心目中我们可能理想的、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说还可以有更多吸引更多对于设计有兴趣的这些学生可以加入这些文创的一个行列。